你有冇試過踎低嘅時候，覺得個腳踝好緊，好唔舒服呢？好多時我哋拗柴受傷過後，或者如果我哋脛骨前肌太緊，就有機會導致呢種情況。耐咗唔去處理，唔單止有機會影響我哋嘅行路姿勢，仲可能影響到我哋嘅膝頭哥同埋我哋嘅盤骨。如果你有以上嘅問題，就跟我做以下呢幾個運動啦。第一個運動，我哋需要用到一條橡筋帶。咁我哋將條橡筋帶放喺我哋腳踝前面，腳踭掂地，喺橡筋帶向後拉嘅同時，向前壓，確保我哋腳踭唔好離地。重複做10至15次嚟增加翻我哋腳踝嘅活動度。咁另外啦，跪坐亦都可以有效將我哋嘅脛骨前肌同埋我哋嘅腳腕放鬆，臀部向腳踭坐落去，咁就可以啦。咁我可以將個按摩球放喺我哋脛骨前面外面嘅肌肉，揾到酸軟嘅地方 ，hold 住喺嗰度，大概5到10秒，或者進行滾動。如果屋企冇按摩球咧，你亦都可以用到一個滾筒，就咁放喺我哋嘅脛骨前面，向前向後咁樣滑動。如果大家仲想聽啲咩內容，歡迎留言同我講，同埋 follow 我 IG 啦。